另外是讲嘅番薯花10月24號嘅中嘉台南電新聞，台南市副議長林秉利過身，議會上午召開臨時會依法補選，經過第3輪議員出席人數較通去投票，最後國民黨團所推派李文俊在出席嘅26位議員當中，摕下23票當選第3屆副議長，並且宣誓就職，立意到今年12月離世。台南市副議長林秉利過身，議會24號召開臨時會補選副議長，上午10點開會，出席人數18人，議長郭信良宣布人數不足流會。接續11點第2擺開會，出席人數就20位，共款無到半數，議長再次宣布流會。第3輪12點閣再開會，根據記者觀察，其實10點民進黨團多數議員都已經到場，只是無出席簽到。黨員佇黨團討論尋求共識，最後議會經過推選監委查核選票甲票箱等程序，並一一署名。最後李文俊以出席26位，摕下23票，當選第3屆副議長。李文俊1票由謝龍介投出。李文俊1票。这次应选的到场报到人数为55人，出席议员人数为26人。这是第3次的选举，依据地方自治法第45条第2项的规定，得以票数最多者为当选。我们李文俊议员得票数最多，新当选为台南市第3届的副议长。我们在此恭喜李文俊议员。文俊呢，当顺利来当选这个第3届的这个新任的副议长。本人呢，一定这个诚挚的表达由衷谢意吼。第3届副议长呢，虽然这个任期剩2個月啦吼，但是文俊呢，我那会竭尽我的所能啦吼，来这个辅助咱来辅助咱这个议长推行咱的会务吼，督导市政互咱的议政会当更加符合民意的这个诉求啦吼。这摆議會依法補選副議長的出櫃，在台南地方法院庭長的感謝，以及市長黃偉哲嘛帶領市府以及主管的見證甲祝賀社中閉幕。李文俊曾經擔任成華代表會主席甲鎮長，以及第1屆縣市合併議員。這擺在國民黨甲無黨的支持，補選副議長的寶座。台南新聞顧文吉、林英庚採訪報道。第3屆副議長補選，最後由國民黨籍李文俊當選。對此關於無出席、無投票、嘛無推派人選的民進黨團嘛舉辦記者會，強調議會預算攏無成員，羅署當將來改選並無必要，要求尊重新的民意。不過議員謝龍介則強烈批評民進黨權力扼腕。這擺副議長補選，議會55席議員當中，民進黨團甲無黨聯盟攏無派人參選，就國民黨團推派李文俊。民進黨團表示，這擺加開臨時會，毋是新預算之補選，加上對前副議長林秉利的尊重等理由，經過內部投票以15-7，一致決議無要出席、無提名、無投票。要在新的民意誕生以後，才正式推派副議長人選，強調愛清氣無走票。要乾淨，不跑票；要乾淨，不跑票；要乾淨，不跑票。阮一致性就是認為對林秉利副議長的一個尊重，無希望你這一屆這個副議長過來改選改做別人，這是對阮大家。一黨一致認為講無愛安尼做的原因，有2點，一個就是要什麼意思，一個就是無愛互林秉利副議長未當功成員退。面對這擺選舉，市長黃偉哲對了參與整個開票過程，對民進黨團的決議嘛表示尊重。民進黨有民進黨的對外的一個說法，關於他們對於副議長的態度，其實不提名人、不參與也是一種態度。
那有提名人有参与也是一种态度，当然是尊重民进党团他们的自主。面对民进党团的抵制，议会国民党团议员谢龙介嘛强烈批判民进党无尊重法治，权力扼慢。今天呢，非常的遗憾，民进党是嫌票太多了。台南市的乡亲对他们这么疼惜，对他们这么信任，这是地制法第19条依法必须召开的补选，他们竟然全力的杯葛。不宜出席，也不提出人选，这就是标准的权力的傲慢，我想非常不可取。为着补选结果敢会影响民众的观感，对市长选举有所影响，拢值得观察。咱的新闻军及林英根采访报道。国民党担市长候选人谢龙介22号暗时成立竞选总部，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拢到场徛台，现场甲所有支持者共同表拿赢伫台南的选战气势。谢龙介竞选总部22号伫北区海岸路逢甲举行，现场画出30年头一届轮替。拿赢大咖也纷纷前来助讲，营造团结氛围，甚至连无党籍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也到场相挺。咱龙介兄，伊要达成到伊的愿望，假若咱这乡亲是偌小少小撮，一定要做伙徛出来，你一票，我一票，甲咱相挺，甲咱斗做伙，甲咱相牵成。互咱龙介成为咱心目中的愿望，安尼好无？好，安尼好无？好。除了党外好朋友赞声，就连足久无看马前总统以及韩国瑜也拢特别出席来替谢龙介邮票。看到这么多人站出来支持我们的谢龙介，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他也值得大家这样支持，大家说对不对？对。大家都知道，龙介兄啊，为人清廉。忠于国家，忠于家庭，他一向有一个苦民之苦的同理心，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政治的语言为真不破。一个政治人物遇到什么现象，看到人民的痛苦，看到不公不义，还是真正讲出来，这就是真。龙介的真，熟悉人一定拢知。龙介的真。整个台南市选区也好，所有台南的乡亲，甚至海外的很多华侨，谈到谢龙这3个字，大概拢是竖大拇指。谢龙介表示，真侪人甲伊讲台南足硬，伊无机会，但伊看到大家热情，有信心会当将市长席市府讨回来，予广大市民。真侪人甲我讲你压力真大，我要甲恁报告。所有的压力，我拢甲化作我成长的营养分。这个城市所疼惜这个政府30年，我甲恁报告，已经烂去啊！应赔无效啦，一定要换新长，对不对？对。有人甲我讲。伊讲你谁那要做4党就好。你讲阮互你4党，你要阮怀念40党。阮希望你做8党嘞。我要甲大家报告，会晓做的大家清盈，袂晓做的大家苦造情。龙介啊，4党都我都做出8党的成绩。选战进入最后1个月，哪里双方拢用尽全力。争取更侪选民支持，谁会当得到民众上大的支持，就等待10月26号正式揭幕。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选举连任的担市长黄伟哲，则是23号成立竞选总部，包括总统蔡英文拢亲自授旗，并且以学了黄伟哲就任的真济政绩表现，呼吁选民继续支持，让台南更加进步。黄伟哲竞选总部造势活动，伫咧23号下晡2点开始，吸引袂少支持者到场。现场3万张椅仔拢坐甲满满，大家除了是要来支持黄伟哲以外，
更是要来支持心目中上爱议员候选人。总统蔡英文也亲自为每一位代表民进党参选议员候选人授旗。蔡立青，动算，蔡立青，动算，立青，立青，立青，动算，动算，动算，朱正轩，动算，朱正轩，动算，正轩，正轩，正轩，动算，动算，动算。总统蔡英文在演讲中，除了伊讲出黄伟哲政绩以外，同时也呼吁个人爱继续挺台南，继续拼。过去4年，伟哲甲中央做伙拼，咱即摆科学城，咱已经做到了。咱台南的产业会爆发起来。即摆咱的沙仑有绿能产业，有资安产业，有大台南会展中心。有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还有最先进的量子科技实验大楼，拢在咱的沙仑科学城。咱国家级的研究，上先进的科技，拢在咱台南发展。各位乡亲，咱做伙来支持伟哲，我台南继续进步，台湾继续进步，大家讲好唔好？黄伟哲表示，前总统马英九来到台南做选时，一直批评台南有真侪无好的所在，但马英九担任总统年内，台湾的财务增加快速，比较蔡总统年内不止形象，经济成长率也比以往更高。马英九前总统做总统做8当，台湾的债务增加一条7000几亿，一条7000几亿，平均一当增加2000几亿的债务。但是蔡英文总统做6当，咱的债务已经轻足济去，整体债务只有小小可增加，但是咱的经济成长是这么济，你会记了？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迄阵经济成长平均才看有1%、2%尔，甚至伊上尾一当的时阵，到一季是负成长，14个月后，就是咱的台南400年。咱希望，咱台南400年的时阵，咱要用什么款的面目？除了文化古都，除了美食，除了物件好食物以外，咱阁有足济要呈现哦，世界看咱台南实在偌尔啊厉害。我你还无共款，所以呢，咱要做，唔那是这个护国神山尔，咱要做护国群山，你讲好唔好？最近候选人无分哪力，拢把握最后这段时间向选民请讨，希望将家己的政绩甲政见讲予市民头家听，争取到上大支持。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黄金海华准屋由市府为外招标，来当前由建业公司提下经营权，业者经过重新整理，预定10月2日开幕。开幕之前，市府却以厂商无依照契约提送经营成果的计划，处罚金并且终止契约。不过，该公司犹原坚持办开幕。现场厂商自救会嘛告上庭前，指控特别公司涉嫌无合法取得利益。黄金海华准屋拥有真水的造型外观，这几档经过市府活化，成为人气打卡景点。但是黄金海华准屋内面的专柜厂商，伫门口扭起白布条，写下一行一行的控诉，讲经营黄金海华准屋的建业公司。数年公文涉嫌不当得利，则常常以单方面改变，以每月固定收取要上缴的新台币4万块，还有一些什么水电啊，1度5块啦，还有一些就是一堆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名目。伫去年经营咖啡厅的林先生，9月开始开了200多万装潢，10月初营业，伫10月底被无缘无故强制撤柜。他就直接就问他为什么要把我们撤柜，他也不理我们。然后就强制就撤柜了。生意我们在做没有，那是我们的问题，那没错，我该给会给。重点是他4点才让我们营业，6点半就关门，一天做那个2-3个小时，那个要怎么做？我还请3个员工哎。建业公司不止被专柜厂商抗议，也被观光旅游局解除合约。伫6当前，由建业公司旗下经营权，经过重新整理，伫10月22号要正式开幕。不過，在開幕之前，觀光旅遊局伊就無依照契約期限規定，
提送经营成果报告等相关资料。在10月12号，就甲建业公司解约。他们12号接到我们的一个契约终止的文了，这基本上是依照契约的部分违反逾期违金达20%，我们来发出终止。当然有其他原因啦，那不便赘述。建业公司跳出来讲，为管理局要求修正成果报告相关资料，已经修正6版。佮讲政府拖了127天才做开发，更加提出合约点名的履约期限出来画完案。所以其实他之前就都招商啊，也有开始在做营运的动作，都有啊。对。那在合约里面应该就算是有营运开始了嘛？我们从开始缴租金，租金就开始算营运。对。建业公司对政府的解约完全无要插，也是伫动工搭上开幕的公告。李自救会成员已经向检方提告，希望唔通搁再有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啊，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
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议员吕维英22号成立竞选总部，市长黄伟哲、5位立委以及真济议员的同事等绿营大咖拢来助阵。另外，台语的歌后张秀卿、资深艺人刘尚谦拢到场赞声。黄伟哲甲吕维英联合竞选总部，伫咧22号成立，现场客满各界贵宾，台南的立委也差不多全部到齐。还有侪位工党议员也拢共同出席相听，甚至连艺人张秀清甲刘尚谦也拢现身力听。立委林俊宪表示，吕维英为读册。担任助理，进入到市府，一直到成为议员，偌副总统拢一路扶持，跳小维英，也因此相当关心维英的选情，特别早来偌副总统的贺电，祝福维英会当旗开得胜，高票连任。维英细汉吼，就拢安尼爱刻苦耐劳，伫读册过程，伊拢爱去工作去打工，伊安尼来熟悉着赖清德，赖清德做一个。真少人知影的代志，就是伊发觉讲，这个少年囡仔袂歹，所以当时的赖清德就逐个月提拨奖学金给维英。所以维英是领赖清德奖学金，安尼读册一路读到毕业的。市长黄伟哲表示，吕维英伫咧问政、争取公共建设拢相当专业，绝对是议会表现上好的议员之一。第二议会。我来个看，这50几个议员内面，伊绝对是上优秀的其中一个。你若讲议会伊即摆10号讲市长你经10个议员表现得上好的，刘维英一定中间一个。你若讲5个议员表现上好的，大家顶遮拢表现上好。我想，而且咱就知影，刘维英确实文政有落功夫。地方争取建设有真用心。吕维英表示，伊家己是为贫困家庭出世，一路受到大家扶持甲爱护，因此相当感激大家，互伊有为台南服务的机会。维英不是正二代，维英嘛更加不是富二代，所以我袂认为台华当选议员是理所当然。我嘛不是因为要保护家族的事业。较来参选议员，大家甲服务建设工作交托我，所以我8冬来认真打拼。伫过去这4冬，社会公民团体开始对议员做评价，我每一冬拢得到优质的议员，连续4冬绝对无互大家漏4度荣获议会评鉴优质议员。吕维英以高品质问政，争取众多民殊建设，所以伊特别恳请大家。南区、安平区市员票投10号吕维英，市长投5号黄伟哲，互两人拢会当双双高票当选，继续为台南拼建设、谋福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陈庆公中青会23号伫安南区新安宫庙前举办祭祖大典，将近100位的单身乡亲做回来祭拜祖先，并且伫典礼上替参选议员的陈世伟来授旗，场面相当热烈。台南陈庆公中青会伫咧10月23号中昼，伫新铁新安宫的庙埕举行1年1度的祭祖大典。今年中青会上振奋人心的是，已故市员陈正义伊的查某囝陈诗威将出马参选这届安南区市员选举，传承父亲的志愿，继续为安南区争取建设。我是诗伟我也是代表让陈氏中青会今年要来参选咱安南区市员候选人陈诗伟希望陈氏女儿要来参选继续这个机会会当我来这个机会为着咱安南区继续
继续的服务吼，为着咱城市的中青会茁壮，好为着咱地方发展更愈好，建设更愈好哈。陈庆公中青会这届是由陈东富担任会长，陈福基是总干事，罗柱则是担任长。阮这个组呢是由这个金门来过来了，来这个开心来带卖落去了，会搁分一支来这个身体安尼。每一单拢会制作。担任中青会今年的楼主，其实伫阮爸爸迄阵20几档前办过一届，到我手办20几档来啊。咱的中心是愈来愈旺盛啦吼。咱这个庄头即摆嘛发展了真好。希望大家会当来阮这个庄头行行，来阮这个庙行行，互阮这个庙更加兴旺。抱着服务地方、建设家乡的信念，陈世伟希望大家给伊一个为民服务的机会。恳请大家在1月26号安南区议员选举，请投6号陈世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24号中加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